台语真连长，愈讲愈连长。大家好，我小杰。最近因为客户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应酬啊。最近都有感觉的，因为应酬的时候我感觉心情就是歹，要加班。应酬对你来讲是加班？对我来讲是加班。嘿。咱先来，咱今仔日要讲的是应酬这件代志，所以咱先来讲一下，咱台湾、美国人在讲应酬的时候有啥物差别？对，较欧美迄边，甲咱甲遮较亚洲的这边。所以咱再来看一下，就是讲伫美国因对应酬的态度是啥物？美国因自细汉的时阵，因就是慢慢甲应酬加入伊的生活内底。安怎讲？因自细汉开始就有做 party 啊、生日会啊，爱参加啥物球队的时阵，因球队可能有聚餐啊。我知影，我看足多美国电影，还是讲影集的时阵，拢会看到伊咧办啥物生日 party， 还是啥物周末嘛会使办 party 安尼。是一个名医出来，伊就当办 party， 所以因定就是有遮社交啊、应酬的场合啊，所以因伫即个场合内底，因开始慢慢甲应酬变成娱乐。自细汉慢慢开始培养，所以社交对因来讲，就是日常的生活嘛。是，伊就变成讲我自细汉开始，我就牵足个朋友交往。这个场合对因来讲无讲是一个压力足大的一个场合。咱亚洲人，伊咧讲应酬的时阵，伊拢有一寡痛苦的感觉。就是感觉最有压力的啊。为什么？因为咱自细汉的时阵是安那读册考试，所以你对人际关系的交往培养这个代志你就会变甲足少。所以，伫你出社会了后，你咧工人应酬的时阵，你会感觉这是你工课的一部分。其实对我来讲，还未出社会嘛是。咱搁转来讲，美国人伊对应酬的这件代志的时阵应酬对因来讲就是咧佚佗。譬如讲这个经理兼另外这个公司的经理，伊要讲生理，也毋过因伫咧应酬的场合的时阵因毋是咧讲生理因是咧讲家己的私人的代志。这你讲的这我嘛有小可有经验，因为我有一个老师嘛是，就是美国来的老师，然后伊有时阵都会参阮出去食饭还是啥。伫咧迄个场合，伊就完全袂伫咧讲啥物学校啊、啥物课业的代志，伊拢袂讲，伊就会开始甲阮分享一寡私人较趣味的代志安尼，规个气氛就变得足轻松。不过对阮来讲，就会感觉压力足大的，因为对阮来讲，就是甲老师食饭。不过伊敢若本人拢无即个感觉。无即个感觉，所以我最近开始接触一寡客户啊，下班的时阵他们去食饭，即个场合有当时就是讲着头路，有当时就讲一寡私人的代志。也毋过大部分对我来讲，即款物件叫做应酬。我爱灌酒，我爱啉酒。你讲袂使你啉安尼，我无法度接受。我是无去用啥物灌酒，我拢是家己啉较济。不过我嘛是有时阵像阮可能系上有一寡导生宴，就是爱甲你的导师食饭，是讲你若是甲人做伙做工课，一工工课导演就会讲无咱出去食饭迄款，我就感觉无啥想要去。不过你若无去你就知影伊伫遐一定会继续讲工课顶悬的物件，你就知影你一定对袂调安尼。有当时我对我来讲，虽然讲我无介意应酬，也毋过我是上介意伫一个酒吧，无就是讲会当啉酒的所在。这对我来讲会当放较轻松。不过我上无介意的一项物件，就是大家伫遐食迄款一道菜。合菜。嘿，因为我感觉迄食道菜对我来讲压力较大，因为你就是爱甲人面对面啊。你先。对，到最后过10分钟，大家拢还袂。我免硬菜，爱看人有免硬即道菜无安尼。可能我进前拄出来做工课，就是教球时阵，迄个时阵教练就会带我去熟悉一寡客户安尼。我就感觉迄款为着熟悉，还是讲为着工课安尼去搬弄的感情，互我就感觉耐药安尼。对我来讲会当尽量变成朋友，就慢慢变成朋友。像前一阵咱毋是花莲大地震嘛？我大地震第一个代志就是先关心我的厝邻人嘛，第二个就是关心同事嘛，敢有发生啥物代志啊？最后一件代志，我就是甲所有的客户的群组一个慢慢甲问讲因敢有啥物代志。对我来讲，我是感觉应酬社交这个物件，会当慢慢发展出一个友谊。观众朋友，你对应酬这个物件的看法是啥物？你会当留下甲阮讲哦。下一节时间继续收看《台语一点灯》，拜拜。